来看南非约翰尼斯堡的市中心有一栋5层楼高的建筑着火，包括12个囡仔，尚无有74个人死亡。即马这栋大楼趴荒，去互非法的移民或者是犯罪集团占用去。火烧甲正猛，一个人听到玻璃碎器爆破，当体弄到一个人的喊声。这场大火造成包括囡仔在内的重大死伤，违者一起，一个人失踪。一个做老爸讲，迄当阵甲囡仔对窗仔门弹落去。Bring the baby. When I'm past the window, just throw the baby. Then someone there catch outside. 有人讲看到其他人也甲囡仔自楼顶弹落，叫下骹的人接。也有一个查甫人是对3楼向下骹跳来时阵，头先去弄到涂骹不幸死亡。将在罹难者的尸体已经被搬晒，暂时放伫咧封锁的关仔路。当局调查导火原因，可能是有人点蜡烛做电火，一个做暖气。约翰尼斯堡市政府是这栋建筑物的所有者，市府团队已经接管处理。It's a wake-up call for us to begin to address the situation of housing in the inner city. Types of buildings that are taken over by criminals who then levy rents on vulnerable people and families who need and want accommodation in the inner city. 老马佛沙讲，这栋建筑物不是受虐待妇女甲儿童的收容所，因过租约到期，人却唔肯搬走，定位是互人占掉的。这栋建筑物附近有真侪厝拢是半废弃的状态，无水、无便所、无电，因过有密度正悬的家庭住伫内面。地方的犯罪集团控制这寡建筑物，做好无家可归或者是非法的移民。当局表示会重新安置住伫这种建筑物的民众。南非一直拢有厝无够大的情形，伫约翰尼斯堡估计就有15000人无家可归。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